刷来起来。哎呦，俗语讲了好。大鼻腔诊所，即天呢来了有够侪病人的，咱来甲伊看落去。医生呢有发现什么病症的人哦？哟啊，今仔真正是有够用的啦，拢无啥物病人，袂歹袂歹，等下咱下班啦。好，赞。你饭哦会当有白食，话袂当有白讲啦。尤其哦是讲阮这行的，等下哦病人就你讲了后，病人就来啊啦。干嘛呢？是啊，我无相信哦。袂当有白讲啦。你看，真正来啊！你看，你小动的啦，我是叫医生甲你医啊。哎呦，我巴肚真痛呀！哎呀，巴肚痛。我巴肚痛。你讲到头哦，你筋骨都痛啦。我巴肚痛。好啊啦。好舒服你去请医生来甲阮囝看者啦。你小等者哈。你看啦，伊安尼。巴肚痛。唔知讲到头还是巴肚痛？你莫烦恼啦，阮的团队哦，就专业的，专业嘿，所以哦，团队互你的囝治疗好的，嘿，你莫无代志啦吼。哎，歹势等下哦，医生来啊，医生来，医生听安尼，我巴肚甲你痛。医生啊，阮囝吼巴肚里无舒你快啦。你，安尼慢点等吼，你过来听看卖哈。哎呀，你甲伊看者啦。啊，哎呀，无代志吧？应该毋是食的问题啦。哎呦，护士小姐，啊，恁这个医生敢会信道理？哦，看起来扑隆讲呢。你妈咧，袂讲阮医生哦，足专业的，伊啥物病拢会当甲伊治疗。啊，真的吗？而且哦，阮是本科毕业，啊，伊是护理系，啊，我是护理科的，嘿，所以你放心啦。护理系啦，护理师，你安尼病人敢来哟啦？护理可以。我不爱死，我不爱死。这位太太，歹势，我咧护士哦，拄啊毕业尔吼，有话较袂晓讲，你莫烦恼吼。嘿，啊，是讲医生啊。阮囝即摆是啥物状况啦？是患啥物病？啊，咁严重？爱开刀无？爱死去无？对，袂真袂，你放心，恁后生身体真健康，伊无啥物要紧哦。你问题出伫倒位点呾？你食了伤好，食了伤油。你看恁兜伙食一定办了最好的嘛。真正是。对，你这规个报道内底，听无声呢，内底足侪完的啦。啊，那叫你莫食，拢老婆妈妈食就好啊！你一直食，一直食你。我是歹势讲内底全大便。哦，这拢晒啦，都晒，拢是晒啊。较文雅嘞，讲大便。大便啊，哦，这真简单啦，等于迄个水果啦，吼，爱青菜加食寡。哦，啊，水加啉咧。咁免食药啊？哎来，我你摕迄下药啊，我开一下互伊安尼吼，啊，等于食就无代志啊啦，哈。来。这吼是我药啊，这落屎药啊，一工吼食130粒。一工要食130粒，一工食130粒。伊是安讲啊袂啊？食130粒。一工食130粒，干来放药啊就好啊。伊意思是讲食130粒。哦，食130粒。串一条啊！照3顿食100食3粒吼。医生多谢啊，多谢。好啦，来，我来顿啦吼。哎呀，恁两个嘛较差不多咧，讲话嘛安尼咧，黑白讲要甲病人惊死笑啦。我会注意啦，歹势啦。哎呦，医生啊，救人哦！哦，阮水某讲安尼，透早起来，我就是头昏目暗安尼，哎呦，我一直喘，我一直喘呐。我像血压起悬啊啦。有安怎无？哇，你突然间安尼啦？血压安尼称的。对啊，足紧张的吼。你镜头你唔得帮我看一下？我得看起你都安尼散散啊，尔你哪你血压袂称悬是安怎样啊？有要紧无啦？阮翁足紧张的啦，昨暗阁好好，今日就安尼。大概起床哦，我拢会足血压足悬的，我就想讲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无，应该无啥物代志啦吼。毋过我感觉怪怪呢。
有啥物镜头啊？哈，我感觉有一点仔歹势，我安尼哦，安尼无要紧，安尼无恁先生你先出去外口者，我迄个。安尼你，好啦，水某的，啊无你，我看等啦，什么代志？医生我去啦，莫烦恼，莫紧张啦。等者，免惊，无。医生我你讲，有啥物歹讲的秘密的？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好啦。有啥物要紧无？有啥物要紧无？要食药就好。偌济钱开拢无要紧，嘿，我有的是钱，只要甲阮某治疗好就好，嘿。你有安怎无？我无你毋着讲一个，伊甲你讲啥物话？好啦，你讲话。你莫呢，你莫甲医生为难。你是安尼啦，我即摆有淡薄仔喘，大概伫暗时的时阵，翁的我甲你讲，你莫安尼一直甲我人，你就一直甲我人，我人到我即摆血压拢安尼起悬起来，拄逐工透早吼，我就感觉我像迄心脏安尼要蹦出来啊！我就叫你莫甲我人，你就一直甲我人，害你搁紧张带我来看医生，我们歹势啦。讲无爱就是爱，所以我甲一直甲你人。哦，恁这翁仔某你嘛较拜托，恁两个房间仔底的代志，你安尼不要卫生馆来。你以后较温柔诶。翁诶。安尼啦，习惯经营哦，这无聊的厝内面的代志，你甲什么咧配合咧穿的，你甲人，你甲穿的，伊甲人甲穿的，你在这讲浪费资源嘛？你这款的代志，你这真正就是吸到就西宫蚂蚁。第二句俗语，吃了。侯医生啊，你帮我看一下啦。哎呦，安尼我歹势啦，我歹势啦。歹势啥啦？你有啥物代志？你个医生讲。安尼我紧，你这位，你请外口。哦，嘿啦。我，外口等啦，镜头你甲医生讲。好啦，你莫烦恼，莫紧张吼。医生。啊？哦。是安怎？医生，我甲你讲，偌济钱拢不要紧，只要会使甲阮水某医药好，偌济钱拢无要紧，吼。你有啥物？啥物病情你毋爱讲？好啦，你莫紧张啦，安尼甲医生为难啦。我讲啦，伫咧暗时的时阵，我叫你莫安尼甲我一直人，你着一直甲我人，甲你人来人去。你毋是讲无爱就是骂？害我安尼像咧噗，心中像咧要噗出来啊！安尼歹势啦，讲出来是毋是就歹势？我另外较温柔诶。哦，恁即个翁仔某你嘛较差不多，恁房间仔底的代志，恁家己处理就好势啊，无代无志啊。这关键是无得甲医生馆来，你这浪费医疗资源呐！你这真正是吼杀鸡唔在家，拍破过咧。咁难的咧，就难的，这个是。听无？这对翁仔某其实是无啥物代志，就是人因厝内面啊一寡有啊就紧张啊，那欢喜啊，就因翁真紧张，就来找医生，浪费着医疗资源。第一句叫做吸到就西宫蚂蚁，第二句叫做杀鸡唔在家。认为讲拄我这款的情形，第一句会请举手。固定的学员拢讲这句。这句叫做为什么？吸到就是懵掉还是？叫西公来做法，叫马叫伊啊！对啦，无代志，人来处理啦。好，我是安尼了解。恁两个一定经迄个杀鸡唔知家，杀是啥？你敢知？杀无？杀无会杀？杀无？唔知家。因为我感觉应该是互影响，因为足侪人多嘴杂，杀济，人讲的，恁都唔知影要去加。所以应该是安尼吧。所以讲伊有互影响，其实嘛无啥物代志啊。人讲的，伊就我来看医生好啊。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毋是呢，我是感觉安尼量起来较顺。你是感觉你唔系较顺呀？所以你们唔知答案是啥物无关的。好来，老师来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头啊一寡语音吼，大家帮做参考啦。头讲食了伤好，食了伤油，迄料拢是假。咱大家应该是食伤济，食
食伤好，食伤油，迄料就卖，吼，迄加吼。啊，第一句是讲吸着西宫马姨，就讲拄着代志上头爱讲吸一个着，哇，大代志啊！连咪去请西宫，连咪请先生嘛，哦，连咪请红姨来做法，变做无啥物代志，结果不过足大，小弟大作迄种意思啦。哦，啊，另外第二句是讲杀济唔在家，杀就是杀母，杀母会讲迄个杀母，啊，有时甚至嘛人讲杀母，迄变啊，合声合顿，其实拢会使。啊，只讲啦，恁兜可能环境较垃圾，杀母较济，啊，定甲你教。拄啊开始哦，教你可能感觉会上会疼，因为伊会输你的血啊。毋过甲恁兜伤过垃圾，杀母伤济吼，教久啊。习惯对无？着惯势啊，袂讲安想，所以变哦，杀济着毋知家，所以咱讲吼，杀济袂上，啊济就袂伤，欠伤济钱吼，就袂去想啊，因为欠足济啊，所以变做互大家种参考。所以若讲，这明明无啥物代志，甲人着要来看先生，真正浪费医疗资源，所以应该就是吸着西宫马姨安尼。恁这算讲上过上久厉害啊！了解。时间拢赢吼。我见毋对无差，了解两句迄个起来小过意思就好啊，好不？好来，拍破过来。